每天10分鐘投資好輕鬆，大家好，歡迎收睇8月12號星期三嘅開市起跑線。恒生指數高開61點，一度重上26,000關，最高見到26,060點，但好快就掉頭回落，近全日低位收市，報25,652點，跌284點，跌幅1.1%。大市全日成交額2,109億。國企指數收報8,528點，跌93點，跌幅1.1%。恒生科技指數收報4,824點，跌95點，跌幅1.9%。南下資金淨賣出13.76億港元。中信證券、小米、Minimax 分別獲淨買入5.56億、4.03億、1.22億。阿里巴巴、建都積層板、靈寶黃金分別遭淨賣出3.61億、2.34億同1.88億。技術上，恒指26,000點得而復失，而且失守10天線25,811點同250天線25,742點，形成穿頭破腳走勢。預料將在考驗25,400點嘅支持。如果失守25,400點，下一個支持位係100天線25,193點。A 股三大指數低開0.1%至到0.4%，全日個別發展。上證指數全日跌32點，跌幅0.8%，收報3,934點。深成指跌57點，跌幅0.4%，收報14,259點。創業板指升11點，升幅0.3%，收報3,549點。滬深兩市合共成交額2.32萬億元。宇樹科技喺8月10號正式開啟科創板網上申購。根據上交所提供嘅數據，今次網上發行有效申請戶數係978.46萬戶，有效申購股數係536.37億股。網上發行初步中籤率係0.12064444。咁由於本次網上發行初步有效申購倍數大約係8288.82倍，發行人同保薦人啟動回撥機制，將323.6萬股由網下回撥到網上。回撥之後，網上最終發行數量係970.7萬股，約佔扣除最終戰略配售數量後發行數量嘅30%。網上發行最終中籤率係0.1809759。市場人士估計，宇樹科技嘅中籤難度遠超此前嘅長鑫科技。根據多間券商綜合測算，今年以嚟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漲幅係達到276.04%。假設宇樹維持有關嘅平均值，中1,500股帳面盈利有望超過20萬蚊。如果對標年內科創板新股首日平均漲幅466.1%呢，中1,000嘅潛在盈利呢，又或者可以突破35萬蚊。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79，按日下調16點。人行近日印發中國人民銀行15改革發展規劃，並配套制定出台9份相關細分領域嘅行動方案，提及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喺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高質量建設債券市場科技板等等。港股多間公司公布業績，中國鐵塔中期業績呈現出較為特殊嘅營收微降、利潤大增格局，反映出公司進入咗高折舊期結束之後嘅利潤釋放期。期內收入按年跌1.8%至486.93億元人民幣，運營商業務收入係403.57億元，按年下降5%，其中塔類業務收入跌6.7%，失分業務就增9.2%。上半年 EBITDA 係302.52億元，同比下降11.6%，EBITDA 率係62.1%。營業成本就減少8.3%，帶動盈利增長30.1%至74億8900萬元。同時公司喺2015年從3大運營商接收嘅大批鐵塔資產折舊年限多數都係10年，咁由2025年10月起，呢批資產已經陸續折舊到期。管理層此前靜態測算2026年全年折舊費用將減少80多億元人民幣，扣除後續嘅資產檢測同維護開支，呢筆
省下嚟嘅折舊直接轉化為淨利潤，促成咗利潤嘅跨越式增長。每股盈利係0.4284元人民幣。公司高度重視股東回報，喺充分考慮利潤同現金流水平同埋未來發展資金需求之後，決定派發中期股息，金額係每股0.19122元。相等於派息比率大約係45%。公司將力爭實現全年每股派息嘅穩健增長，持續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截至6月底，塔類業務方面，塔類站指數有217.2萬個，較上年年底增加2.3萬個。新興非營運商業務方面，智聯業務將通訊塔轉化為數字塔，利用鐵塔嘅高空視覺，為環保、國土、林業等政府部門提供視頻監控同數據感知服務。上半年智聯業務收入係53億3200萬元，同比增長12.8%。另外，依賴鐵塔嘅電力保障優勢，大力發展電動車、鐵塔換電同備用電源能源業務收入就係25.91億元，同比增長17.3%。不過三大電訊營運商同時係鐵塔大股東兼核心客戶，未來重新談判商務定價嘅時候可能會壓縮佢嘅利潤空間，始終係中國鐵塔嘅軟肋。港燈電力投資公佈2026年6月底至6個月中期業績，收入穩步上升，順利維持平穩，派息持平。收入係59.39億港元，按年就升6.7%。2026年上半年嘅售電量較去年同期增加2%，主要由於天氣相對和暖，加上經濟改善帶動商業客戶嘅用電需求增長，純利10億0300萬元，按年升0.2%，每股盈利係11.35仙，派中期息15.94仙，同上年同期相同。康師傅公佈咗2026年6月底至6個月中期業績，呈現出營收微幅回暖、利潤穩健增長嘅格局。上半年集團收益率得405.45億元人民幣，按年升1.1%，擺脫咗2025年全年營收下滑2%嘅陰霾。其中方便麵業務收益係137.33億，按年升2%，佔總收益33.9%。飲品業務收益就係265.41億，按年升0.7%。EBITDA 錄得係56.45億元，按年升3.6%。中期整體毛利率達到35.8%，較去年同期提升1.3個百分點，主要受益於產品結構調整同埋原材料，例如棕櫚油、PT、樹脂成本回落，純利24億3300萬元，按年升7.1%。如果剔除一次性資產活化影響，調整後利潤按年就增長15.2%，每股盈利43.16分，唔派中期息。康師傅喺2025年末2052年將末期息同特別股息合計嘅全年派息率拉高到100%。鑑於公司目前坐擁充沛嘅自由現金流，而且冇重大資本支出壓力，預期2026年底仍將維持極高嘅派息政策。傳統快消品正面臨健康化浪潮嘅嚴峻考驗，康師傅近年加速佈局零油炸健康麵，並在飲品端大力拓展無糖茶功能性飲料同埋即時零售專攻規格，有望喺農夫山泉同埋新興嘅瓶裝茶品牌嘅激烈夾擊中重新奪回市場份額。裕民集團發布2026年中期業績報告，呈現出明顯嘅表觀利潤大跌，但核心業務穩健，新賽道爆發嘅特點。上半年收入達到35億3000萬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0.7%，主要係受惠於 IP 運營同埋其他收入大增40.3%，其中在線業務收入係18.4億，按年減7.3%，主要由於微信生態內嘅自營產品中變現率
變現效率較低嘅免費閱讀內容比例有所增加，但上半年仍然吸引咗24萬嘅新作家入駐。新簽約且年收入超100萬嘅作家之中，30歲以下年輕人佔57%，保障咗底層 IP 供應鏈嘅活力。IP 運營及其他收入就係16億9100萬，大增40.3%，其中短劇同 AI 慢劇相關收入狂飆2.3倍至4億3000萬元，佔 IP 運營收入27%。喺 IP 加AI 戰略指引之下，粵文 IP 高效視覺化通道已經被全面打開，短劇爆款劇比例達市場平均水平嘅4倍 ，AI 慢劇有46部播放量破億，367部播放量破千萬。公司喺海內外分別推出起點劇場同 ToonScroll平台，同時粵文 IP 影響力不斷擴大，都推動 IP 衍生品業務呈現出穩定可持續嘅增長態勢。IP 衍生品業務 GMV 再創新高，達7億8千萬，同比增長60%，毛利率係11.1%，同比提升0.2個百分點。主要由於產品結構優化、高毛利 IP 授權同短劇佔比提升。股東應佔純利係1億3500萬，大幅下跌84.1%，主要受兩大非經營因素干擾。第一，附屬公司一次性補繳稅款及滯納金，一共係3億；而第二呢，就係去年同期包含咗視作處置資產嘅5億1200萬元高基數收益，維持唔派發中期息嘅傳統。截至2026年6月末，公司淨現金頭寸係9億8600萬美元，大概係67.2億元人民幣，資金儲備充足。騰訊音樂公佈截至6月底止季度業績，營收超預期，但利潤率呢就略為受壓。期內收入係89.3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5.8%，高過預期嘅88億1000萬元，但係低過公司今年5月公佈第一季嘅7.3%收入增長。其中服務分部收入按年增長11%至76億1000萬元，受惠於營銷同消費服務帶動，會員服務收入就升8.1%至47億9000萬元。公司喺今年較早時完成收購中國在線音頻平台喜馬拉雅，而喜馬拉雅貢獻嘅收入就係4億0700萬，有助推動第二季整體收入增長。社交娛樂服務及其他業務收入按年下跌16%至13億3000萬元，受直播監管環境同埋平台策略主動調整影響，呢個板塊利潤貢獻都繼續係淡出核心。第二季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每股美國預託股份盈利係過7人民幣，高過去年同期嘅1.6毫6，亦都高過分析員預期嘅1.6毫4。季內毛利率係44.2%，跌0.2個百分點，主要因為毛利較低嘅線下演出成本上升，以及長音頻內容庫擴充成本增加。騰訊音樂 ADR 股價收市急挫11.9%，較本港低11.3%。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前景似乎越加不明朗，油價延續升勢，美股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下跌，納指跌0.6%，收報26,445點，標普500指數同道指都跌0.3%，分別收報7,728點同53,791點。恐慌指標 VIX 指數下跌0.18點，或1.2%至15.28點，反映中概股表現嘅納斯達克中國金融指數下跌197點，跌幅2.9%，收報6532點。大部分板塊下跌，其中通訊服務板塊領跌，Honeywell 急挫5.3%，係跌幅最大道指成分股。加德寶反彈1.1%，係表現最強嘅道指成分股。重磅科技股個別發展，蘋果、亞馬遜分別跌1.1%同2.1%， Alphabet 下挫3.8%。自 Google 上個禮拜宣布重組旗下人工智能部門以嚟，Alphabet 已經連續5個交易日中錄得4日下跌。
SpaceX 下滑3.9%，Meta 呢就升0.7%，英偉達跌0.025%。公司表示已經同6間大型金融機構合作，為人工智能基建發展籌集超過5000億美元第三方資本。6間大型金融機構當中 ，KKR 股價升6.9%，係標普500指數表現最佳股份。Apollo 升6.3%，係指數第三大升幅股份。Blackstone 升3.9%，BlackRock 同埋 Brookfield 都上升。高盛收市就變動不大。美國上市嘅運動品牌安上季銷情欠佳，股價應聲插水20.3%，並拖累 Nike 同埋 Lululemon 分別下瀉1.9%同1.7%。CoreWeave 公佈，由於雲端運算需求強勁，第二季收入按年增長逾倍，業績優於市場預期。截至6月30日止季度，CoreWeave 每股淨虧損由去年同期嘅0.6美元擴大至1.14美元，優於預期嘅每股虧損1.46美元。收入就由12.1億美元升至25.8億美元，高過預期嘅25.5億美元。公司截至6月底嘅收入積壓訂單增至大約1040億美元，高於3月31日嘅994億美元。佢嘅股價喺盤後交易升近1成。美國7月成屋銷售按月下跌1.7%，經季節調整後年率係406萬戶，6月就413萬戶，市場原預期降至405萬戶，銷售跌幅大於預期，因為樓價同埋按揭利率上升持續影響置業活動。樓價中位數由442800美元降至434100美元，但係比去年同期425700美元上升2%，並創歷來7月嘅最高紀錄。今日介紹嘅股票係濟泰科技，股票代號7666。全球 AI 藥物遞送第一股。濟泰科技主要從事人工智能賦能納米材料創新，致力於有效載荷在各種生命體中嘅遞送同應用。納米材料可以實現靶向遞送至特定器官同組織，並可直接同細胞相互作用，喺分子水平解決疾病，具有巨大潛力。集團自主開發全球首個AI 驅動嘅納米遞送平台 NanoForge， 擁有目前全球最大規模1000萬級 LNP 資質庫，並基於 NanoForge 打造咗4大核心解決方案，分別係 AI LNP， 即係 AI 納米遞送系統設計平台， AI RNA、AI mRNA 序列設計平台， AI Protein， 即係 AI 蛋白設計平台，同 AI小分子製劑設計平台。集團已具備實現精準靶向肝臟、肺部、肌肉同免疫細胞等8個關鍵器官或者組織嘅遞送能力，喺多器官多組織靶向遞送難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為腫瘤、代謝系統疾病、自體免疫性疾病、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等提供成藥機會，亦都喺器官水平上為生命體抗衰提供可能。集團不久前宣布，其自主研發嘅 ATEM 人工智能製劑創新平台將會喺江蘇恒瑞醫藥進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藥物製劑配方開發效率。此次合作標誌住 NanoForge 驅動嘅 AITEM 人工智能製劑創新平台持續實現外部商業化閉環，開啟 NanoForge 賦能新一代智能研發基礎設施嘅進程。AITEM 以濟泰科技自研 AI 納米遞送平台 NanoForge 提供技術引擎，通過專有算法進行藥物製劑設計同優化。平台通過量子化學同埋分子動力學模擬，預測藥物同輔料間嘅相互作用，生成各種劑型嘅優化方案，以提高藥物溶解度、滲透性同埋生物利用度，實現理想藥代動力學特徵。
喺中國首個完成3期臨床嘅 AI 賦能製劑新藥 MTS-004 項目中 ，AITM 承擔咗劑型開發嘅建模同埋預測分析，將臨床前製劑優化週期從行業平均嘅1至2年縮短至3個月內完成。MTS-004 從立項至到完成3期臨床試驗都只係耗時38個月，相比行業平均水平大幅提升咗藥物嘅研發效率。據弗略斯特沙利文嘅資料，全球基於納米技術嘅藥品市場由2020年嘅1875億美元增長至2024年2222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係4.3%，並預計到2035年呢將會達到5854億美元。咁至2024年至2035年嘅複合年增長率係9.2%。類似嘅技術進步亦都係創造人類治療以外嘅機會，包括喺動物健康方面。根據Frost & Sullivan 嘅資料，動物保健產品市場喺2024年達到522億美元，並預計喺2035年增長至1315億美元。2024年至2035年嘅複合年增長率係8.8%。建議買入價11.8，目標13.2，指示位11.2。個人冇持有上述股票。想搶先睇到聽日嘅師傅選股，輝立港美股研究所內部群組現已開放俾各位 YouTube 訂閱者，掃描 QR Code 或者點擊下方描述欄連結，收盤後就能夠提前收到聽日選股策略。群內亦都享有直播選題參與權，以及每週獨家嘅港美股研究報告，歡迎加入。